我前彎可以落到手掌掂地下 ，pancake 可以胸口掂地。好多人會以為我用好多時間拉筋，但其實我每星期只會用大概半粒鐘做靈活度訓練。只要你明白背後嘅原則，其實你都可以做到。喺分享具體嘅做法之前，我哋可以先了解背後嘅原理。好多時我哋嘅靈活度受限係因為神經系統有個叫牽張反射嘅保護機制。簡單講，當大腦覺得我哋去到一個唔安全嘅角度，就會激活運動神經元，令到被拉長嘅肌肉收縮，避免我哋受傷。換句話講，想靈活度更加好，我哋就需要說服身體呢個角度係安全嘅，令牽張反射變弱。而要做到呢個效果，我哋需要訓練兩組肌肉。一喺動作當中主動縮短嘅肌肉，以前彎做例子，就係髖屈肌同埋腹肌。建議嘅練法就係喺做前彎嗰陣，主動收縮腹肌同埋大髀，靠收縮將身體對接。每星期練1到2次，每次做3至4組，每組做30秒。二喺動作入邊會被拉長嘅肌肉，喺前彎入邊就係膕繩肌。會建議大家做 Romanian deadlift 或者係 Jefferson curl， 全程保持膝頭伸直，最低停2秒。每星期練1到2次，每次做3至4組，每組10至16下。重量係唔需要重，最緊要落得夠深。日子有功，你會發現即使你練得唔多，你嘅 mobility 都會 keep 住有進步。大家好好練。